来到勾勾公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我真的要给你掌声鼓励鼓励，因为你根本就是女中豪杰，工作这么忙啊，她竟然还可以跑马拉松，哇，我超级佩服你的。其实跑马拉松对我来讲并不难，因为我平常就有慢跑的习惯，所以跑马拉松对我来讲反而是一种放松。不过我有个疑问哦，到底跑马拉松啊要注意什么，才不会呢造成膝盖受到伤害？说到伤害呢就叫做损害。损害呀，其实就是伤害的意思哦。伤到膝盖啊，其实会好一阵子都不能跑了。所以啊，要避免损害呀，就必须要做好彻底的暖身。当然最重要的，平常就要练习，还有要选一双适合你的球鞋。球鞋呢叫做 Q High，Q High 就是球鞋的意思哦。所以今天就要教给大家的是穿球鞋跑马拉松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做 Q High 走马拉松。做 Q High 走马拉松，今天勾勾公好发带大家好好体验一下跑马拉松的活力哦。你明天要去跑马拉松，你该不会要穿这双 Q High 吧？不会穿这双 Q High 啦，会穿专门跑步的 Q High，因为这样子膝盖才不会受到损害呀。加油加油哦！加1、2、3，耶！今天好厉害！成功了！你看，耶！你太厉害了！你竟然可以完成21公里的马拉松，我的人生初半马，真的大成功，太强，成功！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要练马拉松，但之后我可是要练3铁。3铁你也太强了吧！不过呢，3铁不要找我，拜托，太恐怖了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首先呢，要教大家的就是怡姐在练的马拉松了。马拉松叫做马拉松，马拉松就是马拉松的意思。那不过呢，跑马拉松就要避免膝盖受到伤害。伤害呢叫做损害，损害就是伤害的意思哦。当然最重要避免损害呀，一定要做好彻底的暖身，同时要选一双适合你的球鞋。球鞋怎么说呢？球鞋叫做 Q High。Q High 就是球鞋的意思，当然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穿球鞋跑马拉松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做 Q High 走马拉松，做 Q High 走马拉松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带大家体验一下跑马拉松的乐趣哦。我们再会。